下咧，真係唔好確定咧。哎呀，擺邊個 program 啊？係 hello，不如睇下 PolyU Nursing 啦。PolyU Nursing，我驚跟唔到喎。唔使驚，等我帶你睇下啦。理大護理積極推行多元化科技教學，由全球首創嘅混合沉浸式虛擬環境到 ICU 模擬病房，透過1比1還原真實臨床場景，讓學生從觀察、判斷到臨場應變，喺最貼近現實嘅環境下，一步一步建立專業能力。學習雖然辛苦，但你總會遇到一班同行嘅人互相支持。透過 SAA 學生學術顧問計劃，教授會以導師身份同同學交流，喺學術同個人成長路上提供專業指引。PolyU Nursing 亦非常重視學生嘅身心健康 ，Rest Up 提供咗輕鬆嘅空間同活動，幫助學生調適壓力，重新充電。由唔確定到慢慢上手，你會見到自己嘅進步，一步一步成為專業有溫度嘅護理人員。